行政院昨通过台中捷运南线总经费1615亿，按10年完工。台中市长卢秀燕嘛表示，这就是大选了后的民意，感谢中央愿意有作为，嘛要搁再向中央来发声，继续争取台中捷运通彰化甲南投。 台中捷运南线综合规划，行政院29号晚暗协定通过。台中市长卢秀燕30号早起伫市政会议宣布好消息，伊认为甲今年初总统立委大选展现的民意有关系，感谢看守内阁及时回应台中市的需求。现在开守内阁期间，那他们体现到这次选举完所产生的民意，愿意有所作为。那我们会尽快的跟中央来确认相关的讯息跟相关的计划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会进行庞大的作业。 台中捷运南线总共24.8公里长，驶去台中港，东边到台糖生态园区，设有20座车站加1座机场，总经费1615.14亿，中央分担675.59亿，地方是自筹939.55亿，协定了10年完工，会当甲绿线正做12路网。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，协定拖延主要是台中市府沙鹿路桥段设计错误，目前中央甲地方已经达成修改的共识。 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设计，必须更正。那我们现在采取的方案，那么跟台中市政府已经达成共识，会拆掉台湾大道，变成平面道路。那铁路会采取高架化，那加上捷运在第3层，将来兼顾车站的进出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目前规划南线沿线有18位的联合开发案，但是有7位的地主表达无意愿，会持续来沟通。学者建议应该多召开说明会，采台中运输导航型发展 TOD 的方式开发，吸引人潮，提高台中运输使用率，也对中捷的财务有帮助。地方政府要负担的经费也蛮多的哈，所以我建议可能要多召开一些协调说明会。 让这个相关的地主呢，也可以去了解我们捷运车站呢，如果用 TOD 的方式来开发，其实是非常有愿景的。市府表示，中捷南线核定了，会赶紧来启动相关的作业。卢秀燕更加向中央来发声，未来会甲中部县市共同争取中捷绿线延伸到彰化，捷运延伸到南投，希望亲像双北捷运同款四通八达。记者台中新竹报道。